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on which the Prince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恩典，我们要学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主啊，感谢你今天早上聚集了我们这一群你所爱的子女百姓，我们要用渴慕的心一起敬拜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主，感谢你差遣了你所重用的仆人张茂聪牧师夫妇来到我们当中，来装备我们，来激励我们，来造就我们，来点醒我们。主啊，愿我们今天的聚会有你的荣耀，也透过你仆人的嘴来勉励我们每一位，大家有灵命的复兴，有尾声，愿意全心来爱主，来服侍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领受了这个美好的时刻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带我们唱这一首美好的诗歌来赞美主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张牧师，他用从一杯水到一条江河来勉励我们。我们拍手，再一次拍手，好不好？来，好。谢谢。有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到最后一堂了。这个上帝祝福你们，一定会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福上加福。后边的恩典一定大过先前的恩典。好好的持续委身在这个教会的中间，不要跑来跑去。很多基督徒都喜欢跑来跑去，他这边走一走，那边走一走，你在这个聚会看到他，在那个聚会也看得到他，到处跑来跑去，他不肯委身在一个教会的中间。我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活水江河了，他就是流过来又流过去。但是你会发现任何一棵树种下去以后，就不能随便搬家。
同意吧？随便搬的话，那棵树啊哈，不是死掉了，就是永远长不大，对不对？我说可以搬来搬去的树叫盆栽，那么那个种下去，如果你想让它变成大树，你就得不搬家，一种下去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到100年、1000年，它就变成神木了。它就变成神木了。所以祝福你们在神的家里，每一棵都要变成大树，尾生在一个地方一直长下去，一直尾生下去，那会是很大的祝福的哈，那是很大的恩典，很大的祝福的。好了，今天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经文，刚刚夏牧师已经带大家读过了。这里提到说，约翰福音第7章，他说节期的末日。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节期的末日，什么节呢？这个节，如果你往前面看第6章，就告诉你，这个叫做住棚节。啊，犹太人一年有3个节，跟我们中国人一样。我们有端午，有中秋，有这个什么农历年，跟我们华人一样哈，有这样子3个节。那么犹太人也有3个节，它是什么3个节呢？第一个叫逾越节，第二个叫五旬节，第3个呢就叫住棚节。逾越节干嘛？是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，所以逾越节往往就是他们犹太年的叫做年初1了哈，就是这个就是逾越节。然后呢，后边呢过了逾越节有50天，这个叫五旬节。我们旬是用中文古代的翻译啊，10天叫一旬嘛哈，五旬就是50天。那住棚节是什么时候呢？住棚节是他们整个收割都结束了。整个收割都结束了，换句话说，这有点像什么呢？用我们原住民的话讲，叫丰年祭。听懂我说的吧？有点像我们原住民的所谓丰年祭，就是所有的收成都结束了，他们就在上帝面前有的一个感恩的节庆。在这个节庆之前，前边有一个节叫赎罪日，那个时候先因为这个到上帝面前来，先赎罪认罪，然后呢就是住棚。住棚是什么？住棚啊，第一个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住在帐篷里头的，所以这是叫做住棚。第二个是感谢上帝1年的丰收。啊，感谢上帝1年的丰收，这个就叫做住棚节。就在住棚节的时候，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最后一天了。最后一天他们有大会，在这大会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，这个大会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是有一个特别的插曲。你会发现，耶稣在那里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为什么？这到底发生在什么状况里头？住棚节的时候，本来只是住棚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，就是从这个以斯拉尼希米，特别是尼希米以后，犹太人回来过住棚节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在过住棚节的时候，因为撒迦利亚先知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要守住棚节，然后呢才会有雨降下来。你记得撒迦利亚先知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才有的先知哈，在这跟以斯拉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个先知。同时他在那个地方也就讲到说，他说上帝会降对不起你们要守住棚节，上帝就把雨水降在你们的中间。所以住棚节在他们中间变成有一样事情是什么？有一点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听懂我的意思吧？他们不但是感恩，而且是求来年的风调雨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就演变产生了一个习俗。那个习俗是什么呢？旧约圣经没有规定的习俗，是他们在两约之间，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产生的习俗。就是他们在最后这一天的时候，祭司会到西罗亚池这个地方来舀水，舀水以后带到祭坛那个地方去，泼在那个边上。泼在那个边上，就是要祝福未来新的一年，上帝要用大的恩雨降临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他们一边舀水，就一边要唱几首的圣经的经文，一个是撒迦利亚书，一个呢就是以西结书。你记得以西结书第47章？第47章那里说什么呢？他从圣殿中有一条江河流出来，那条河越流越深，越流越广，从这怀子骨到膝到腰到胸，成为可覆之水，然后一直流到死海，然后让苦水都变甜了。记得这段经文吗？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的经文。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练这个经文，他们就在一边舀水就一边练这个经文。好，
就在西罗亚池子边上。当他们围在那边舀水的时候，耶稣在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讲了这一段话，说什么呢？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在这个地方挑战他们，不但是挑战他们，而且呢，是鼓励他们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告诉他们，西罗亚池子的水不能够解决问题，要到耶稣这个地方来。有另外的水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如同你记得耶稣在叙加井边上，记不记得叙加井边上对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说过类似的话，说什么？你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，要喝我所赐给你的水。记得不记得？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要喝另外的水来解你们的渴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对犹太人说，西罗亚池子的水不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耶稣这个地方，要有另外一条江河的水在他们的中间，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犹太人而言，当时有没有圣经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吧？有，他们有圣经。当时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完成了，因为到以斯拉的时候，已经把整个旧约圣经通通都把它整理结束了，所以他们有圣经。他们不但有圣经，而且呢，他们现在也已经开始有了什么呢？有了他们的这个口传的律法，他们有了这个塔木德。你们这边不是有个塔木德会馆吗？那天我经过他们说，我说这边居然有塔木德会馆。你知道塔木德是什么？就是犹太人把旧约圣经整理出来，叫他们一定要会背的一些东西，里头有286条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，280条，然后有365条是不可以做的事情，他们都要背的一直背，很辛苦他们都是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他们解释摩西的律法，大拉比的解释，把摩西的律法解释以后的注解，听懂我说的吗？注解以后留下来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这个注解是很辛苦，他的注解要一直加的。为什么一直加？时代一直改变，有新的东西出现，他们就要一直去注解，到底可以不可以？还没有听懂我说的？有没有听懂我说的？以前有没有抽烟的问题？没有吧？后来有抽烟的问题，所以要解决啊。以前有没有开电灯的问题？没有吧？后来有开电灯的问题要解决啊。以前有没有刷卡的问题？没有啊。有了刷卡的问题，犹太人要问啦，这个安息日可不可以刷卡？有了电脑，犹太人要问啦，安息日电脑可不可以跑啊？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的大拉比教就一直解释。OK， 好了，他们有律法。他们有遗文，他们有没有祭祀？有没有？有。当时有没有圣殿？有，因为当时希律王已经帮他们修了圣殿，还没有完全修完，但是已经在那边修了已经在修了，因为一直到后边才完全修完了，但是已经修了圣殿。你看，有祭司，有圣殿，有圣经，有遗文，有敬拜，什么都有。但耶稣说不够。耶稣说这个不够，耶稣说这些东西不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呢？到我这里来喝我所给你们的水，这个水才能够满足你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告诉我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圣经？有没有？有。当你读不读是另外一件事了，反正已经有圣经了今天有没有教堂？有。今天有没有敬拜？有。今天有没有各样的礼仪？有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的生命还是软趴趴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好，但不是最好，不够好，不能够完全解决基督徒的问题。基督徒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，不是头脑的问题，不是神学的问题。如果只是知识的问题，我这么讲，耶稣都不要上十字架了。
你听得懂我说的吗？知识的问题，你看我们孔子不都已经教过我们了吗？管仲不也教过我们了吗？你看礼义廉耻就是管仲教的啊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，对不对？都已经教过你了，但是一样没有礼，没有义，没有廉，没有耻啊。对不对？你都知道礼义廉耻啊，但是你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知识是不能够救人的，知识是不能够帮助人的，神学有用啊，但神学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的问题的。我就常常讲，我说神学像是人的骨头架子，告诉我骨头架子重要不重要？人里头的骨头重要不重要？但骨头架子可爱不可爱？你不敢回答我。我们说那个很美的那个模特儿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林志玲。对不起啊，她没有你们漂亮了。姐妹们，你每一个都比她漂亮了啊！我们说美女林志玲来了啊，会很多人围着她看。林志玲来了又拍照又怎么样？告诉你，林志玲的骨头来了。有人要去看吗？有人要去跟他一起拍照吗？说要跟林志玲的骨头拍照，那骨头有什么可爱的？骨头一点都不可爱啊！我就告诉你，神学上面，神学就像我们信仰中间的骨头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可爱不可爱？不可爱，听懂我说的吧？听懂我说的哈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但是它不可爱，没有血没有肉的神学是不可爱的，要有血有肉的信仰才是可爱的。但是里头不可以没有骨头，听懂我说了吗？没有骨头，你就是软骨躺在那里不能动了嘛。OK， 好了。耶稣在这边告诉他说，圣经这些通通是好的，但不是最好的，因为没有圣经，没有圣灵，圣经不过是一本书而已。有了圣灵，圣经就是一本活的书。所以我们说圣经有一本圣经翻译作 Living Bible。活的圣经，什么是活的圣经呢？当它有圣灵加在里头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活了。比方说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那是一句话。没有圣灵的恩膏，手按病人，人也不会好。有了圣灵的恩膏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起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节经文就活了，看到吗？这节经文就活了，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圣灵在基督徒的信仰中间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的基督徒有聚会，有教导，有神学，有主日学，有什么都有，但是生命仍然过得很辛苦，这是基督徒现在的问题。同意我说的吧？很多基督徒觉得读圣经读得没有味道，有没有？告诉我有没有吧？每个人都知道读圣经重要，但是都不读，为什么？因为读得没味道嘛。同意不同意我说的？对，我没有把罪怪到你身上，你看我都帮你解套了没有？你不读圣经，我都跟你讲，我都讲你不读圣经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读的没味道嘛。你如果会读，神的灵帮助你，你读的就非常有味道嘛。Amen。你就读得非常，你就会觉得读圣经好有趣，读圣经好快乐，读圣经好快乐，然后就会发现原来圣经是活的，每天读完以后，圣经在对你说话，哇，你就觉得好棒哦！今天我有盼望，因为上帝对我说话了；今天我有力量，因为上帝对我说话了；今天我有希望，因为上帝对我说话了。我不怕我的问题，因为上帝对我说话了。Amen。你看这个什么？这个要圣灵嘛。这个要圣灵嘛，你都知道什么东西该做，什么东西不该做，但你都没有力量嘛，你都没有力量怎么办呢？你都没有力量，圣灵来的时候不一样，就让你的生命有力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圣灵，一直讲圣灵，一直讲圣灵？贵教会我知道你们也重视圣灵，不要怕。我知道有一些人还受了传统神学的影响，里头就很怕讲到圣灵以后我就会癫狂。拜托不会。拜托，我告诉你，一定不会。很多人就怕讲圣灵，讲了以后啊，我就变成灵恩派。拜托，能不能跟我解释什么叫灵恩派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讲完道，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小组会，开了1个晚上的小组会，检讨我是不是灵恩派。
我都不知道，我睡得很舒服。第二天早上我要来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牧师，看到我就立刻跟我讲啊，这个牧师都拿了好几个博士学位啊。你知道北京的、中国的那些教会、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都很厉害啊。他是北京大学毕业，交通大学毕业的哈，不是交通，清华大学毕业的。然后呢，毕业以后去做传道人啊，这些人的脑袋啊都是金头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都金头脑，读书读的比我们的神学读的好得多。他们读古教父的文献呢，那我们谁去读古教父的东西啊？他们读古教父的文献呢，把那个神学从头到尾都搞得背得滚瓜烂熟在里头哎。所以他们来了就看我，就问。张牧师，你要交代清楚，你到底是不是灵恩派？我就说，我说，请问同工啊，什么叫灵恩派？你能不能给我下个定义好不好？下个定义以后我才知道我是不是灵恩派。他一听我讲下定义，他就呆在那里想了半天，然后就跟我讲，他说你告诉我，你觉得这个新班尼怎么样？知道新班尼吧？哈，班尼逊啊，班尼逊怎么样？我说 Benny Hinn， 我在美国有参加他的聚会。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弟兄。我说但是有一些他的做法我不同意啊，他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。我不认为啊他的有一些的在聚会中间的做法是好的。我说我不完全同意。他说哦，如果这样，那你不是灵恩派。我说乖乖，灵恩派就是这个定义啊，就是你同意不同意 Benny Hinn 啊，就是变成你是不是灵恩派啊。你现在也听到很多人到处讲灵恩派，我告诉你，你就问他什么叫灵恩派。他如果说为病人祷告叫灵恩派，告诉我耶稣有没有为病人祷告？有没有？那耶稣是灵恩派的鼻祖啊。彼得有没有为病人祷告？有没有？那彼得是灵恩派的鼻祖啊。听得懂我说的吧？不要担心这些事情，不要担心这些事情。耶稣都说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？要不要？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不要着急。昨天晚上我不是讲了吗？他说你不要着急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等到了以后再出去传福音。跟我们神学院不一样，我们神学院是毕业了立刻差派出去传福音。”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神学院不管这一套的啊。神学院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神学院不对，我自己也开神学院，我也是别的神学院的董事啊，又是神学院的老师啊。但是我要讲，神学院里缺了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，是不可以的哦，就全部把它打发出去了，打发出去就死光光嘛，打发出去就死光光嘛。一定要有圣灵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中间，这个人才会不一样。Amen。我不是昨天跟你讲吗？我在服事的中间遇到了困难，我困难的不得了，到最后我只好去找圣灵的工作，然后找了很久啊！我真的告诉我找了很久啊！我昨天都没讲，我找到半夜里头做梦说方言哦。你看我有多渴慕啊！我找到半夜做梦。梦见耶稣来了，我跑到他前面跪下来，边上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耶稣来了常常很孤单，都没人理他。好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跪在那里，耶稣就问我说：“孩子，你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被圣灵充满。”耶稣就把手按在我的头上，我就开始说方言，噼里啪啦的嘴巴就不听话了，就在梦里头说方言，说了方言就把我老婆吵醒，我老婆就说：“哎，你干嘛？”哦，他看我这样子，他把我推醒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做噩梦啊？我说：“没有啦，梦见耶稣了。”1个礼拜以后，完全一样的梦，完全一样的梦，那场景一模一样。我就梦见耶稣来了，我又跑到前面跪下来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被圣灵充满。”耶稣又把手按在我的头上，我又开始噼里啪啦开始说一些我不懂的话，又把我太太吵醒。我太太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耶稣来了，我去找他，他就给我按手。”但是我到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我被圣灵充满没有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到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很渴望，很渴望，很渴望。好，所以我到韩国去啊。你知道我打死都不愿意去韩国的，人家跟我讲韩国啊，我打死都不愿意去啊。最开始去韩国的就是宣传大会啊。宣传大会1974年 Expo 74，你们大概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啦。哦，他的叔叔啦，夏中坚牧师啦，夏中坚牧师跟我们是同工啦。哦，我们一起在宣传大会了。
就到韩国去。1974年到韩国去的时候，就认识了赵雍基牧师，就发现那边有这样一个教会，然后就开始带我们去参加聚会。当时我打死都不去，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？我说台湾的神没有韩国的神灵呐，一定要去韩国才可以啊！我就在台湾不可以啊！你看哈，讲的对不对？对，讲的对不对？不对，对是什么？真理上是对的，不对是什么？里头骄傲是不对的。听懂我说的？不对是在我里头的骄傲，打死我都不愿意去。结果实在没有路走，实在没有路走了。牧养教会到没有路走了，到最后人家说你去吧，勉强我知道很不心甘情愿的，很不高兴的到了韩国。我告诉你，到了韩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我去第一天的聚会，我就开始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哭了10天，我整整哭了10天。我在他们的祷告会里头，我就看见怪，通宵祷告会。当时的通宵是从晚上10点钟一直祷告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，7个钟头，7个钟头，不停的在那里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1个小时就换一个带领祷告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嗓子哑了。所以只要换一个人，然后这教堂里都挤得满满的人。我以为通宵祷告会都是老人家睡不着觉，所以去通宵祷告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在那边通宵祷告会的时候，那么多的人拥挤在这样，都是很多的年轻的夫妇带着小孩，年轻夫妇带小孩带小孩怎么去祷告呢？夫妻2个跪在地上，边上中间铺了一个毯子，孩子就睡在那里，然后夫妻2个就夹着孩子跪在地上，拼命喊着啊不西，然后孩子睡得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景色，简直我就说，哎呦，我说我不可思议啊！在台湾如果告诉这些 young couple 说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，他100个不愿意，告诉我是不是？他有很多理由告诉我不可以去，我不可以去，我不可以去。我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教人教，他们就在那里祷告，还有感动的跟什么一样，我就一直流泪在那里祷告。结果边上有一个叫做林什么牧师，林博。忘了他的名字了，他就拉着我，他说：“茂叔，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地方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要去，我说这个地方是天堂。”我真的这么跟他讲，我说这个地方是天堂，我不要去。他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。”我被他拖着走，我眼泪都还没有擦干了，拖着走就到了一个房间，那房间是个阶梯教室，里头挤了差不多1000个年轻人。我惊讶的不得了，那些年轻人都高中生，还背着书包。礼拜6早上他们还要上课，那个时候礼拜6早上他们还要上课，乖就在那里一个晚上不睡觉，在那里祷告，挤到什么程度？因为是阶梯教室嘛，挤到连走道的地方都坐的是人，所以我走过他们中间呢，那个阶梯走道，我要从他肩膀上跨过去，真的要跨过去，然后他们彼此挤在那里都不会睡觉，不会跌倒的，睡着了不会跌倒，因为太挤了。太挤了，你知道？哎呀，那种呼天抢地的祷告，我感动的跟什么一样？我感动的跟什么一样？我说上帝，什么时候我的年轻人能够跟他们一样？后来到了他们的祷告山，我告诉你，到了祷告山了，更让我感动。冬天去。那时候祷告山不像现在，那个时候的会堂只有一个铁皮屋顶，边上都是塑胶布拉起来的。冬天呢，当然地上还有炕啊，地上有炕，就看到一堆的人抱着棉被躺在那里。我进去没有人翻译啊，我打开布帘，看到那么多人在里头抱着棉被，我在门口就大哭，我就跪下来。你知道？我在想，这些人为什么到祷告山来？因为地上医院没有救了嘛，听懂我说的？没有救了嘛，所以到祷告山嘛，抱着棉被到那边去嘛，求上帝给他开路嘛。我当时跪在那里，我说：“上帝啊，台湾不是一样有这么多没有盼望的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教会为什么不能有力量去解决他们的问题？”我说：“上帝啊，不是为我，为这许多有需要的百姓，我恳请你一件事情，
我说上帝啊，把医治的恩典给我，让我回去把你的祝福带回去，带回台湾，让台湾的人也发现教会是可以带来希望的地方。教会不是一群在讲神学的地方，教会是要给人带来盼望与祝福的地方。Amen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样开始，我就是这样开始。神的灵充满我，改变我，啊！我真的感谢上帝。你知道，这一改变以后，我的讲道不一样，我的服事不一样了。我的信心不一样了，我的火不一样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真的就不一样了。我告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为病人，我也开始为人祷告。主日崇拜完了，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就为病人祷告。有一天，上帝就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每次祷告完了不问他们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不能问啦，祷告了就好了，还能问他好了没有？万一不好怎么办？”上帝说：“你没信心。”我说我是没信心啊，我不敢问啦。有一天又讲完道了，我又为病人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上帝说不要下去，问一下好了没有。我说不能问啦。上帝说问啦。我说不能问啦。上帝说不问就不要下去了。我就站在台上，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哦，没讲话。最后就很小声的问。有谁刚刚祷告你的病好了？我心里想一定丢脸丢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心里想一定是哦，糟糕透了，不会有任何人举手的啦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居然有一个老妈妈，对不起啊，当时对我来说是老妈妈50来岁，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妹妹了。老妈妈举手了，她说：“张弟兄，刚刚你祷告，我这边一个脂肪瘤。”礼拜1要去开刀的，现在不见了。哎，脂肪瘤很小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脂肪瘤哪是什么大不得的事情呢？但是对我来讲，乖，是天大地大的事啊！他的脂肪瘤居然好了，我祷告居然他的病会好了，乖，我也可以列入神医之列了。你知道对我的帮助有多大？后来这个老妈妈过了30年要去世的时候，我到医院去看她。我到现在记得住在安宁病房里头，我看见她，她姓赖。我说赖妈妈，我一定要谢谢你啊！我说谢谢你那个30年前举手的事啊。她说我记得。她说张弟兄，我手上这边长个脂肪瘤，你祷告完了以后它就不见了。我说我非常谢谢你啊！我说你举手给我很大的鼓励啊，给我很大的安慰，给我很大的鼓励，我太谢谢你了。她说哦，她说不要说了，感谢主啦，感谢主啦。她我已经要去见天父了。她说你很忙，你不要再来看我啊。真的，他说我已经要去见天父，你不要再来看我，好，你不要再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赖妈妈，我说你到天上去，记得要为我祷告。我说到耶稣面前多为我说点好话。我说你在那边要为我祷，让我更有恩典，能够祝福其他的人了。哎，就是这样子慢慢操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慢慢操练。后来，你知道。我有一次，那都是刚刚开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恩赐就是慢慢操练，如同弹钢琴的人，最开始不会弹嘛，慢慢弹，越来越会弹嘛，对不对？恩赐也是，开始没有，慢慢操练就出来了吧？你知道，在台湾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人叫做乔派伯，知道这个人吗？会为长短脚祷告的，祷告以后脚会长出来了。他来台湾1个礼拜的时间，风靡了整个台湾了。那我是接待他的，我看到边上羡慕的跟什么一样，我就眼睛看着他的脚会长出来啊。所以最后一天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拜托你走了没有关系，拜托把恩赐留下来好不好？”我说让我也能够分享一点这个恩赐好不好？他就为我祷告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恩典有没有给我，反正他就为我祷告，我就阿门接受就是了。礼拜天我就到我的一个分堂去讲道，在分堂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，他的脚差这么多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很明显的
长短脚啊，很明显的天生的。你知道，我就在想，要试试本领喽。但是呢，又不敢让人家看到，万一不长出来，不是很丢脸吗？所以呢，我就把聚会完了以后，就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头。我说：“来来来，我为你祷告。”没有想到差2寸，真的2寸哦，就在我的眼前，就这么长出来哦。我兴奋的跟什么一样，跑出来大喊说：“我说某某人的脚长出来了！”我当时好后悔，为什么不让他当众祷告？不让他当众被人家看见。哎，就是这样子操练，就是这样子慢慢操练。后来。这个都是非常，我讲的都是很早期的故事啊。这个我到淡水一个天主教的营地去领，冬天的时候领一个特别的聚会。那个教会的聚会结束的时候，差不多100多人吧，就有一个人啊，脚是穿着铁鞋的小儿麻痹，一只走到前头来说：“张牧师，请你为我的脚祷告。”你知道，我很想惨哦。我就用各种方法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姐妹，你的脚不好，每走一步，上帝都在说我爱你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牧师，我希望有会走路的爱。”没有办法，只好为他祷告啊！你知道，我什么都祷告，就是不祷告他的脚，这就是牧师的本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会说一堆的废话，我就是为你祷告的，我就是不祷告你的脚。到最后呢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：“上帝啊，照他的信心为他成全。”你看有够诡诈这个祷告吧？照他的信心为他成全。结果祷告完了，我以为就没事啊。他就说：“张牧师啊，我能不能把铁鞋解开来走路？”哎呦，我又不能够讲可以，万一不能走怎么办？我又不能讲不可以，那你刚刚祷告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只好说，我就只好跟他讲说：“你说呢？你看有够诡诈吧？”他就说：“他说我想试一试。”我说 ：“OK， 那就试吧。”哎呦，我心想丢脸就丢脸了哦。他就把铁鞋解下来，一个姐妹搀着他的右边，我搀着他的左边，我们就围着那个会堂走。全场的人就发现了，大家就安安静静看着我表演啊。哎呦，我就带着他走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，走了7圈，绕耶利哥城7次，可以了吧？他都还没有会走。我觉得脸都丢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讲：“姐妹啊，坐下来好不好？”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脚这样有力量过。哎，我好像看到巴掌大的云哦，哎，我就觉得好像有恩典会临到哦。”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那我们继续走。”哎，我就继续走，走了几步以后，我就告诉那个姐妹，我说：“松手。”那姐妹就松手，我还搀着她。再走几步，我也松手。感谢主，他会走了。哎呦，你知道他会走了以后，全场又高兴又哭又笑又拍手，然后大家来拥抱他，没一个人理我。哎呀，我就赶紧逃啊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赶紧逃啊，因为我怕再来第2个，你知道吗？我赶紧逃啊！你知道我逃出来的时候，那当天骑摩托车上去的，所以呢，我就骑着摩托车就往山下走。你知道那个应当走斜坡嘛，哈！你知道我都不知道去找斜坡啊，看到那个阶梯啊，就往下面骑呀、啊，像表演特技一样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就这样子骑下去。幸好那个阶梯没有太长，也没有摔死。哎呀，就这么骑下去。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操练，就是这样操练的。感谢主，有了圣灵的恩典，传道人会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会不一样。昨天我不是说吗？你会变得非常的热情。很多人一直是冷冷的，从来没有过热情。别人唱诗，
鼓掌啊，拍手啊，他讨厌的要命，干嘛鼓掌，干嘛拍手啊？别人祷告，大声祷告，他也气得要命，干嘛要那么大声祷告啊？因为他里头就是冷冷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里头就是冷冷的。我告诉你，里头热情的时候啊，你外头就是热情的，同意吗？同意不同意？告诉你中奖了，中了特奖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跳起来，耶，对不对？你会快乐的就跟你老婆讲中奖了。当然，也许你不想讲，藏起来做私房钱，那另当别论，那是另当别论啊！哎呀，你会跳起来说，哎，中奖了，告诉我是不是？是吗？啊，你知道我们里头基督徒对上帝没有热情呢，奇怪。你看到你爱的人回来了，你会冲到机场去抱着他，哎，女儿你回来了，好高兴啊！正常嘛？为什么那个热情在我们里头不能够对上帝的热情不能够被点燃呢？注意，圣灵是一把火，记得吧？圣灵是一把天上的火，它来的时候会点燃你里头的热情。那个热情会让你看到弟兄姐妹觉得好爱他们哦，每次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喜欢他们哦，好爱他们哦。来敬拜，你会好喜欢哦，上帝啊，好喜欢敬拜你啊。你里头不但会有热情，信心会被点燃了。Amen。好了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喝。一个人怎么样会被神的灵膏抹？很重要，很重要几件事情。时间缘故，就是到主面前来喝。怎么喝呢？第一个要渴，一起说要渴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说我追求圣灵充满的那些故事，就是因为我渴了，懂我的意思？我到现在，特别最近这个快算是半退休状况，我里头变得更渴。那我渴在哪里？我很着急，因为我发现我能够这样的活蹦乱跳的服侍不会超过10年了，对不对？70了嘛，你说我80还能够这么跳，拜托不太可能吧？我很着急，所以我现在祷告上帝什么？我说上帝啊，拜托，我没有时间也没体力了，我说请你给我10倍恩膏，100倍恩膏。胜过以前10倍、100倍。以前要祷告100分钟，现在祷告1分钟就好。以前祷告100次他才会好，现在拜托祷告1次他就会好了。以前花很多时间祷告了以后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我说上帝，拜托，现在我没那么多时间了，我已经太老了，没那么多时间了，拜托让我快一点。我里头有个强烈的渴望，强烈的渴望，希望我最后这一段服侍上帝的时光还能够最精彩，能够更荣耀。所以要渴，你也需要渴。你对上帝都从来没有产生过热情，你都从来不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可以那样子的喜乐，你的生命中间都没有经验过神迹的故事，你的生命中间都没有经验过那种得胜凯旋的故事，你的生命中间都没有什么样子感动人的故事可以讲，你不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活得太可怜了吗？基督徒不应当活得这么可怜吗？你有很丰富的宝藏在那里，为什么不去得啊？上帝答应你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记不记得？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，记不记得？你知道那个生命，而且还是卓越，你知道那个丰盛2个字可以翻译作卓越。上帝要让你的生命是非常卓越的生命啊！不是信了耶稣以后，只是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一些道德律把你绑着。不对，你太小看基督徒了。基督徒怎么会只是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呢？基督徒只是在那边做着一个好人，将来上天堂呢？不是的，基督徒是在这个地上活出上帝的荣耀，活出上帝的精彩，活出上帝的能力，活出上帝的智慧，活出上帝的创意。基督徒应当活的是有困难来的就把它踩下去，
有风暴来的时候，站起来说哈利路亚，来了吧，没有关系的，所有的风暴来吧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一定站立得住。基督徒的人生是看着大风大浪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我可以乘风破浪。那是基督徒的人生啊！你当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，哎吧？你的人生不应当只是这样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上面，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：“还有为你们祷告，要你们第一个真知道他；第二个，要你们知道你们的恩召何等的指望。你的人生是很有盼望的，你的职场是非常有盼望的，你的家庭是非常有盼望的，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盼望的，你的儿女是非常有盼望的。”是保罗讲的，他说你要知道你是何等的有指望，然后说什么？第三个说什么？他说你们知道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以弗所书1章上面讲，他那个大能大力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啊！哎，你知道你有能力，一起说我有能力。我有能力。再说一遍。我有能力。再说一遍。很多人都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我很软弱，我很软弱。”拜托，那撒旦叫你说的话。你要记住，你软弱，但你里头的耶稣不软弱。哎们，耶稣在你里头不软弱，所以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你现在想到你是与众不同的，你说我摆摊子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摊子会是你整条街里头最棒的摊子。你说我开计程车，我告诉你会开到所有的人都要来找你的计程车来搭。你是最卓越的开计程车的，哎们，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我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没有希望。不，你是非常卓越。我讲你非常卓越，不代表你是做大官。很多做大官的一点都不卓越，你不觉得吧？台湾的很多做大官的，你看到的就觉得很恶心，你不觉得吧？但是你可以做得很卓越，不见得是做大官，你懂我的意思？所以你要非常渴，说上帝，我应当更好一点，一起说，我应当更好一点。你要说，我应当更快乐一点，我应当更荣耀一点。你知道，你应当站在那边，别人一眼就会看到你。就像是很多招牌在那边，但你一眼就看到，哎呀，麦当劳。你听得懂我说的吗？很多的招牌在那，但你会发现其他你都没看到，什么12锅啊，什么你通通都没看到，你就看到麦当劳。为什么？那个叫品牌吧，对不对？你也应当是站在那边，别人一眼就看到，哎，某某人在那里，亮得不得了。不但要喝，然后呢要来。耶稣说：“渴了的人，第一个要渴，然后呢，渴了人要到我这里来。你要到主这里来，你要到什么地方？第一个到主这里来，第二个你靠近那些有圣灵恩膏的人，第三个你去尽量参加那些有圣灵恩膏聚会的地方。你要靠近那很热情的聚会去参加。你到了很热情的地方去参加，你也慢慢会热起来的吧？你没有火，在一堆火里头你就被烧起来了吧？对不对？你在一堆火里头你就被烧起来了，所以怎么样会被圣灵的试炼？第一个是渴，第二个是要来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到我这里来要喝，一起说要喝，大声的呼求，大大的张口，不住的祷告，你要喝，尽情的喝，快乐的喝，无限的畅饮，凭信心喝，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是 all you can drink。你可以尽量的喝，神的灵、圣灵的江河在那边，你尽量的喝，欢喜的喝。好了，你不但要喝，而且呢要流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第一个渴了人到我这里来喝，接着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一条江河来。你喝一杯圣灵的活水，要流出一条活水的江河。你要喝进去，让你自己得滋润，
祝福你，圣灵让你得滋润，让你被满足，让你蒙恩典，让你得祝福，这是上帝答应给你的，所以你尽管去享受。但接着一件事情你要记住，要流出来。流出来是什么呢？让别人得滋润，让别人被满足，让别人蒙恩典，让别人得祝福。你到主这里来喝，让你饱足了。记住，记住，你要去滋润其他的人，帮助其他的人，让其他的人可以得饱足，让其他的人可以得恩典，让其他人可以得恩典。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，这里说什么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怎么样？得福。”你看前边，我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我叫你的名为大，都是说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，哈利路亚！上帝要相同的祝福你。但接着说什么呢？接着说，你得福以后，你要去叫别人得福。基督徒，你是叫别人得福的，你是帮助别人蒙福，帮助别人蒙恩的啊！帮助别人蒙福，帮助别人蒙恩的。而且呢，你要记住，流出去的是活水的江河，流出去不是一点点，是很大的水流流出去。好，所有的大江大河都是从一条小小的野溪开始。从一条小小的野溪开始，但这条小小的野溪往前边流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一条大河，变成一条大川。开始只是无名的野溪，最后就变成了大江冥河，就像淡水河。你往上面走，往上面找，找到最后是无名的野溪。山上无名的野溪就这么流，他万万不知道，他这条野溪往下边流的时候，有一天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大可坎溪，变成了大汉溪，变成了淡水河。他万万想不到，他万万想不到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也是一样。怎样流出去呢？怎样流出去呢？第一个，从我们口里流出去；第二个，从我们的双手流出去；第三个，把我们的金钱分享出去；第四个，把你的生命拨开来分给别人。第一个，从你的口里头流出来，你的口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你记住，你口里头要说什么话？口里头要说鼓励的话，口里头要说信心的话，口里头要说赞美的话，口里头要说盼望的话。你看到人就说这个话，你看到人就说这个话，因为你的话是有能力的。你不要认为你的话没有能力，闲话才叫没有能力。你看箴言上面讲，他说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柄之下。你看舌头很有权柄，能够叫人生，能够叫人死。你说牧师啊，哪里有这么厉害？那不过说一说，我的舌头都没那么厉害。确实你舌头没那么厉害，因为上帝说你乱用，所以不能给你那么厉害。你不会用，所以不能给你那么厉害。因为我们常常乱用啊，骂小孩猪头，上帝说成就怎么办？告诉我怎么办吧。骂老公死鬼，上帝说成就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就是乱用我们的舌头，所以上帝说不能给你，不能给你。你要好好的为上帝用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头就会有权柄的。你看，上帝创造天地用什么创造？话嘛。说嘛，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嘛。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啊？说嘛。耶稣怎么赶鬼？说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样平静风和海？说嘛。弟兄们，一样，一样。你说像我们为病人祷告，怎么会有权柄？说出来嘛，说出来嘛。所以记住，你的口是祝福人的口。可以不可以？打定主意，我这张口就是要祝福人，所以别说什么怨言，别说什么八卦，别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多说一些祝福人的话。你越说越有权柄，越说你的话越有恩典，越说你的话越有恩典。第二个，你的双手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嘛，你的手常常扶人一把。
你的手常常给人帮助。第三个，把你的金钱拿出来去分享嘛。你金钱变成一条活水的江河嘛，不要让金钱就是扣在你自己的仓库里，扣在你自己的银行的存折里头，没有意义的。扣在你的存折里头的时候是没有用处的，留在你的存折里，留在你自己，最后你走的时候，通通变成叫做遗产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你走的时候就跟你到天上？不会嘛！你走的时候有一栋房子不见了，又跟你到天上去了，不会嘛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所以如果是这样，你就不如在地上的时候，好好的为上帝用，把它像江河一样的分出去。好，把它像江河一样分出，越分出去越有恩典，越分出去越能够帮助人。好，越分出越能够帮助人，所以。每一次给出去的时候都要很快乐，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给，尽量给。记住哦，别人有需要，你都要尽量的给。在你的边上，可能有朋友有需要，拉他一把，给他一点。当然，你要衡量你自己的力量，这一点我必须要说。你说给多少，圣经没讲。你就照着你里头良知的感动吧，照着你良知的感动吧，懂我的意思？好，有人可能可以给100，但你只能给10块，没有关系啊，照着你良知的感动，勇敢的去给，快乐的去给，有一天你就会发现，你越给越多，越给越多。你知道我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我讲一点点就结束，12点半我就结束哈。这个。我有一次到洛杉矶，那时候洛杉矶正好是经济不景气。美国啊，一经济不景气就满地 homeless， 无家可归的人。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那一次也是看到一堆的 homeless。当天我的师母到 City Hall 去考一张执照，那我就陪她去。去的时候，她上去考试了，我就说有没有钱，我要吃早饭。她就拿了2块5毛钱给我。我就想我要吃一杯鲜奶，然后买一个 donuts。当天我非常想吃 donuts 甜甜圈。我坐下来看书的时候，就有一个 homeless 走到我前头来问我说有没有，他说能不能给我一点帮助？我的直觉的反应就是说 ，Sorry, there's nothing I can give you. I have no money。他当然就很失望的就走了。他一走，我立刻被责备。什么叫做 you have no money？You have the $2啊，$2.50，你有2块5毛钱，哎，我就说 It's my donuts。上帝就说，他昨天晚上都没吃呢，今天早上没吃呢，你分一半给他有什么不可以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就从后边追上他，然后就拿了这个1块5毛钱给他，我就留1块钱。1块5毛钱给他，留1块钱，因为我还想着我的 donuts， 当时 donuts 1块钱就买得到了，哎，我就回去坐下，立刻被责备，那1块钱留着干嘛 ？It's my donuts。上帝说：“你不常常禁食祷告吗？你今天早上禁食祷告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把那个 donuts 也分给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很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并不是舍不得。2块5毛钱做2次给人家，真是有够小气啊！但是我还是被责备了，我就追上去，又最后拿1块钱给他，满面通红的说不好意思 ，There's $1 more， 就给了他。哎，给了他以后，我就想 OK， 头都没有了，禁食祷告了，回去坐下来看书了。没有想到那个 homeless 走到我的前头来，跟在后边。脱掉帽子，立正站在我的前头，对我一鞠躬，然后对我说 ：“May God bless you。”这句话非常平常，平常到不能够再平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天这句话上达天庭，这句话像是一个雷声一样的轰在我的心里头。我说：“乖乖，我说上帝啊，这声祝福胜过最有恩膏的牧师为我祷告的祝福。这声祝福是到达天上的祝福。”我就待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开始流泪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突然间想到，哎呀，
我以前小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人，但是我做了牧师以后，我就没帮助人了。我天天在做教会，上帝就让我看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好撒玛利亚人故事记得吧？那个人受伤躺在地上，圣经没讲，但他一定有祷告，因为犹太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定祷告，上帝要救命的。终于看到一个祭司来了，高兴不高兴了？真高兴了，祭司可以救命吧？没有想到，对不起哦，你好可怜哦，但是我忙着要献祭，所以没时间照顾你，就走了。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利未人来了啊，好高兴了，张利未啊，你来了，哎呦，能不能够帮助我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等等还要去开执事会啊，抱歉，所以我先走了啊。上帝祝福你，你一定会平安的。哎呦，最后来了一个谁？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他们瞧不起的人，这个人却来帮助他。上帝说，你不就是那个祭司吗？你忙着去讲道，你忙着去开会，你忙着这个特会那个特会，这么多有需要的人，你怎么没有看到？我告诉我，眼泪就掉下来。我说：上帝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。然后上帝就让我看到《生命记》，那里提到说什么？那里提到说，11奉献，第3年的11奉献，要拿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、寄居的人。我说：上帝啊，神学院没有教11奉献都是给教会的，怎么可以拿出来去帮周济穷人？生命记就是什么？你去看生命记第14章，我忘了第几节。哎呀，我说上帝，我做不到。上帝说：你回去改变你的教会，改变你的服事。我回来就改变新店教会。我们教会把慈惠工作当作我们教会首要目标。我说新店教会在别的事上通通可以输别人，唯独在慈惠的事上不许输别人。我们要做领头羊。我们从1年20万开始做，做到现在20多年了，每一年最少2500万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多的时候，像是有一些特别的灾难，像什么印度啊、日本啊、四川啊，好像是你们的台南的时候，我们也有150万。今年花莲的时候，我们也有100万啊，150万在花莲88风灾的时候，我们从我们的手上转出去3亿5千万。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很多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也门的状况？520万的儿童在未来3年之内会饿死。如果继续下去，救都来不及救。我打了很多的电话，我说我能不能够来救他们？但是台湾没有一个机构现在有办法去救他们。你们听过以前摩苏尔的状况？那个叙利亚北边摩苏尔的状况，啊，伊拉克，对不起，摩苏尔的状况，啊，那小孩好可怜啊！现在也门的小孩穷到饿到连哭都没有力量哭，唉，我们不可以帮他们一下吗？我很期盼帮他们，我们非常期盼帮助他们。好了，哎，不说这个，说这个又要哭了，不要说这个。最后，把你的生命拨开来分给别人，成为别人的享受。你的生命不是为自己活着。让我的生命成为生命的饼，可以拨开来，
分给所有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上帝，我谢谢你，你让我们可以隐于那生命的江河，隐于那祝福的江河。谢谢你，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，有恩典的生命，有荣耀的生命，有丰富的生命。上帝，让我们也成为一条江河，能够滋润那旷野之地，能够滋润那荒漠之处。上帝，让我们成为那黑暗角落中哭泣孩童们的帮助，让我们成为那最卑微、最低下阶层苦难百姓的，让我们听得见他们的呼声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天使。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拍手感谢主。